大家好，我是查理凤。今日当分鱼咧，教你乡亲朋友慢慢食出健康，食出营养来。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. A-P-P-L-E apple， 先生，cái 苹果啊，恁个因为食一粒啊，迄唔迄就真严做的，本来无感冒，无去看医生，迄咩真紧的啊？哎呦，你唱歌哈，一生气哈，不错不错，很不错哈。安生讲哈，你讲恁个哈，当日是一张哈，唔会让到该错一半，哦，一半唔错。cái 人我一般迄唔错嘅唔错啲哪味啊？因为你唔让到，还有动到因素哈，各位下强下，每个大强是在另个，不过另个哈，就好处是对人对冲动吼，有等于比结，好冇哩？还有等于奥利度呢？另个两行贵下越多，很贵哈。系两行贵下越多咯。全部都有，故所以恁个唔但想做得预防感冒，还个安你的肚子，做得唔好奥利度，唔好分安尼胃唔爽快。嘿，冇错哈，阿芳姐，阿球妹，教你做料理。今日教咱乡亲朋友一道另个的料理哈，按另个料理除了另个以外，还能干买东西？你看你要买个东西呢？哇呀嘿，减肥的好伙伴，低卡的蒟蒻，错不？错，好，安尼蒟蒻丝哈，要先水桶过哈。哦，要先穿烫过，做嘛该要先通过呢？因为你蒟蒻安做好哈，底边就记哈，你记哈，莫留去穿烫过哈，你记是通度没莫爱好哈。好，今日也下留记。小可通过哈，通过之后哈，嘿，莫通调球哦，通调球哈，过来我缩起来，缩起来哈，通好之后哈，会变宽，哈，变伊浪起来，上面嘿，那变水，变水，好，然后就留记夹起。好，阿唔爱变好几多嘿，好，阿夹，炒炒，按长得好些哈。那就等于下功夫加同几点哈，好，你同好哈，来到教你乡亲朋友，你要看来两招另个。你批款，一粒四，你批款，有咪通？很香有吗？嘿，要细粒的米丝冻强呢，冻葱。按当乡亲朋友讲，另个到底挂批食吗？你看两张冇看到，你系有机另个哈，你系普通卖另个，但你仅仅哈挂批食，你最好哈卖从俩有机还安全，因为有机机还冇人都弄热哈，他就要验证下去，过下冇弄热，按下安全。阿峰今日有一个问题，就系俺平常时讲啊，另个记当空会有一层辣，加上辣，按用嘅留记醋的，浸小水咩毛啊，咩毛留记醋。你看到哈，你按因哈，刮刮哈，睇起你看你要辣哈，你下摸哈，那辣哈要买呢，其实最简单的方式，你使用个酒精，75%的酒精，哈，来喷喷下去哈，然后该做个餐巾纸，然后出下去，你辣是唔简单的。按你就做的，古上嘅汉一摆就真紧做的，吃到个另个脑杯切切个皮的哦。好，然后你都一天的挂皮型哈，你讲奇怪，另个样挂皮型是还好呢，最主要嘅皮底本有多酚。好，多酚，苹果多酚，然后其他多酚冇形容。苹果多酚有乜嘅效果？苹果多酚，你知道好处是讲，你多酚类哈，对人肠胃动好，就等于我们鼻结。鼻结是讲个纤维质是唔多，哈，唔辣。肚子动太多，跟腹就会走唔落去。哈，等于哈，另口挂皮时，嘅纤维质下多，尤其皮嘅纤维质下多，下唔会鼻结。如果有等于哈，是另口下去哈。电动哈，比较下厉害。用不按呢？因为这样我刚刚讲有动到对安利胃肠动好的东西啊，有多酚，故说按呢用不对安利的肚子唔好。甜水，好，你等于是在另口挂下多的水，按时慢慢讲，按时还没比结。而且另个没有是水就臭嘞，是NP泡的，然后切细细来，切呀悠悠的丝。你好，安尼做凉拌菜，好。古上的呀，然后另个的丝然后给冰落去。因为你烘出来哈，因为个皮切开去哈，是纤维质还蛮多，你也是捞蒟蒻，不给纤维质还多，按照我比结，蒟蒻没有懂得纤维质。好，来表下去，唔散多呐，唔散，那一本是吼。
啊拌拌吼，安尼啊变埋呢，呀，迄物该，吼变到盐，变到汤吼，还有梅豉来，盐安尼，一丝丝，哦，啊变到嘿，变点汤一点点时候，汤一滴滴咧，嘿，好，安有梅来吼，好，你啊加埋，呀，迄物该。啊呀，迄香麻油错冇？好，你先啉下去，啉到麻油下去，吼，我当咱乡亲朋友讲，你要红菜吼，用捞麻油，唔捞其他油呢，其实有道理。因为安尼降鼻结，麻油有啥好处？讲麻油吼叫做润肠，你麻油吼本安尼冲解平滑肌还会收缩吼，其实就是讲你排便还会痛。所以老人家吼，你会本你排便痛，唔係講加食另個是有效，一定要撈麻油下去。排便才會痛。哇，古時候也唔單止有菊若有纖維，還個有另個對 NDA 有蘋果多酚，對胃腸都好。還有呢，還有麻油，麻油做的潤腸。所以你好有對人鼻結就幫助一定嘅三項東西參詳下吼，它的效果貴啊，它哪好吼，記得不用買呢。水嘿，聽說愛倒出水，嘿，倒出水。嘅鹹加洋蔥哦。按糖的是嗎？糖嘅是咧。哦，很香哦，安尼嚼嚼啊就好嘅呢。很簡單吼，阿鳳姐，阿喬妹，講你事都已經容，事都空間哦。